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今年的顶半年，这个旅游大卖业，互新冠病毒取缔一个是真凄惨。全台湾第一间5星级的饭店。 宜山啊大饭店嘛是同款，这个宜山啊大饭店的总经理杨守义带领着饭店来转型，除了庆祝着零确诊，饭店来点灯为台湾加油之外，佮推出导览的活动，让民众有机会看到宜山啊饭店神秘的面世。再加上这个大卖甲餐饮的优态，来降低疫情对饭店的冲击。 大理是雕空的，然后这里面是灯，所以整个楼层都有，这也是很有特色的东西，这都是40-50年了。美术是伫家己的厝，宜山饭店的总经理杨守义为文化走廊到100年金龙，详详细细导览宜山饭店的历史记录。 全台湾头一间5星级的饭店，红条金霞气势宏伟，接待过101国的元首，参与过台湾真侪重要事件。不过，这个台湾重要地标顶半年依然受到疫情的影响，500间客房，2月、3月大房率只剩5%到8%，5月过了后，豆豆回到20%。在旅游饭店业一片哀鸿遍野之下，宜山饭店是安怎靠创新行销，和这个老招牌重新搁建起来？ 在我们外墙做了 Zero 的这样一个点灯，得到很大的回响。可是在那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在想着，那个回响是对饭店宣传的回响，但是对生意其实还是要靠我们提出了什么，端出了什么牛肉，端出了什么产品。从去年年底我们就包装了我们的导览行程。台湾在这方面医疗方面。 还有疫情控制的这方面的成就，应该让世界知道。可能很多国家会愿意到台湾来去开医学论坛，或者医学的交流会议，把台湾推销到俄罗斯市场去。我觉得这个疫情过后，这俄罗斯国家1年有4000万人出国旅游，那么全亚洲都已经是他们的足迹。但是到台湾的人量体，虽然过去2年来有成长，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 我女儿也是在外国念书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她没有办法继续，刚好毕业了，本来应该要念硕士的，那现在就因为疫情关系回来台湾了。客人都满意吗？满意，当然。宜山饭店这几年积极转型，原本的文化底蕴加上东西方美学的意象，每一期推出不同款的客房甲餐饮促销。 这座接待国际贵宾的国家门面，不是干那将疫情的打击降到最低尔，更加要让每一个人客宾至如归。